山歌篇一，坐下來呀，撩下來，撩到兩人心花開，撩到睫毛沉落水，撩到石頭抱起來。12也係以顏色嘅情歌，睫毛沉落水，石頭抱起來，明啲係冇可能嘅事，沙拿來作為比喻嘅材料，才也會記得客家山歌比喻器材嘅水樹飲來，輕鬆自然，同時也表現出愛情嘅一番親切風味。坐下來呀，撩下來，撩到兩人心花開，撩到睫毛沉落水，撩到石頭抱起來。12也係二顏色嘅情歌，睫毛沉落水，石頭抱起來，明啲係冇可能嘅事，沙拿來作為比喻嘅材料。啲也會記得客家山歌比喻器材嘅水樹飲來，輕鬆自然，同時咪表現出愛情嘅一番親切風味。2連妹茶來兩妹情，茶比照樣樣照人，連茶帶樣吞落肚，一生難忘啊妹情。12也係西拉嘅唱嘅情歌，茶比照樣樣照人，係形容茶水將細妹嘅身樣反映出來，也為多情嘅男子將對方嘅茶水老身樣向下吞落肚了後，化作無限相思之情，永遠懷念。3講起山歌愛青島，留當表有幾十落，拿出一落同妹唱，唱到阿妹做外婆。12一條山歌係形容山歌非常多，多到說唔出，拿出一落同妹唱，唱到阿妹做外婆。一太老嘅山歌都得唱到五房做外婆，雖然有給碰風到嘅，唔過能有一番情趣。4單身狗嘅七家譜，寫唱未來火有無，8月10日無轉鑊，左頭上錯鑊上爐。12也係屬於自我愛嘆嘅山歌，短短四句寫出單身狗嘅生活嘅淒涼心境，同時也將一個太男嘅人在做起家事來手忙腳亂嘅落着上清楚描繪出來。單身狗嘅七家譜，寫唱未來火有無，8月10日無轉鑊，左頭上錯鑊上爐。12也係屬於自我愛嘆嘅山歌，短短四句寫出單身狗嘅生活嘅淒涼心境，同時也將一個太男嘅人喺做起家事來手忙腳亂嘅落着上清楚描繪出來。小打金子金包皮，一心打來送本兒，10年10年同妹講，心中有些妹唔知。12也係一條以典型嘅送兒嘅山歌，幾條嘅歌詞，真精彩嘅係加用寫同寫嘅諧音，意義雙關。金包皮三隻詩就點出一隻金子，但將外表凸金天天，一心打來送本兒，也既表示送咋係真心誠意，絕對唔係虛假。心中有寫，表示送咋心中有寫嘅無限情意。小打金子金包皮，一心打來送本兒，10年10年屯妹講，心中有寫妹唔知。12也係一條千典型嘅宋怪兒嘅山歌，
幾條嘅歌詞真精彩嘅係借用石吞石嘅諧音一語雙關。金包皮三隻詩就點出一隻金字，但唱每表吐金天天，一心打來送本也記表示送咋係真心誠意，絕對唔係虛假。心中有石，表示送咋心中有石嘅無限情意。六，送郎送到大樹下，牽郎做戲做回家。路上野花莫採，家中還有牡丹花。十二，也係一條伴娘送老公過飯嘅山歌，一個婦人家在老公出外謀生嘅時節，獨樹沉歸，寂寞無聊，對於離別後嘅一切，坎坷難免，牽腸掛肚，孤立兩多。路上野花莫採，家中還有牡丹花，寫清婦人家離別時心中嘅殷切等待老期待。送郎送到大樹下，牽郎做戲做回家。路上野花莫採，家中還有牡丹花。十二，也係一條假嘅送老公過飯嘅山歌。一個婦人家替老公出外謀生嘅時節，獨樹沉歸，寂寞無聊。對於離別後嘅一切，韓國難免牽腸掛肚，孤立兩多。路上野花莫採，家中還有牡丹花。寫清婦人家離別時心中嘅殷切等待同期待。七，人講捱老捱娃嘛，今年年紀93，人王答先同捱講，本捱風流幾年甜。十二，也係一首七家調戲，同時又親有搞笑趣味嘅山歌。以93歲嘅高齡，大家都話已經老咧，拖拖七家唔係按樣想。尤其好笑嘅係，菜也豐足菜年，人生黃昏之際，還感同閻羅王高神氣，討價還價。人講捱老捱娃忙，今年年紀93，閻王答先同捱講，本捱風流幾年甜。十二，也係一首七家調戲，同時又親有搞笑趣味嘅山歌。而93歲嘅高齡，大家就話已經老咧，拖拖七家唔係按樣想。尤其好納嘅係，睇下風燭殘年，人生黃昏之際，還敢同閻羅王搞神氣，討價還價。八，兩人有心就愛戀，唔怕事情鬧上天，枝頭可比風吹毛，草郎可比廖花葉。十二，也係一條男女戀愛表示決心嘅山歌。枝頭可比風吹毛，草郎可比廖花葉，係一種搞笑嘅比喻，表示一對男女本環境壓力所迫，在愛到深處情意刻骨之時，有視死而歸，不顧一切嘅決心和勇氣。兩人有心就愛戀，唔怕事情鬧上天。枝頭可比風吹毛，草橄可比廖花葉。十二，也係一條男女戀愛表示決心嘅山歌。枝頭可比風吹毛，草橄可比廖花葉，係一種搞笑嘅比喻，表示一對男女本環境壓力所迫，喺愛到深處情意刻骨嘅時，有視死而歸，不顧一切嘅決心同勇氣。九，山歌唔唱唔記得，山路唔行為上色。17、18唔打扮，老來打扮看唔得。
12也是有一摆下乡采访之下，要求一位老阿婆唱山歌，几经催促，始终无力唱出声。那米要求佢用口上所念出嘅山歌詞，也是用少年唔打扮、老嘅長打扮嘅詞意，表示佢當時幾經唱唔出山歌嘅心境。10先做條龍學花米，花米學水比走梨，數款條龍溜條轉，溜條唔轉放心機。12也是一條比喻嘅山歌，用花米來養殺意中人。世間有一對一廂情願嘅戀情，面對自家落花有意，對方流水無情，還是唔死心去奉獻全部心力，到頭來得到嘅係滿腹憂傷，實在係此意已切。數款條龍溜條轉，就是一種心情嘅寫照。唔過，因在千呼萬喚，還是溜條唔轉忘心機。先做條龍學花米，花米學順比走梨，數款條龍溜條轉，溜條唔轉忘心機。12也是一條比喻嘅山歌，用花米來養殺意中人。世間有幾多一廂情願嘅戀情，面對自家落花有意，對方流水無情，還是唔死心去奉獻全部心力，到頭來得到嘅係滿腹憂傷，實在係此意已切。數款條龍溜條轉，就係一種心情嘅寫照。唔過，因在千呼萬喚，還是溜條唔轉忘心機。